为了要把这小宝歌保存落来，团结中心有出一本册，号做《歌记山间》。这是全台湾头一本有讲推啊谱的小宝歌册。未来只要弹这乐器呢，就会当把这时代所唱的小宝歌找倒转来。今日万地伫只位，但无过来时心袂开。82岁王菊英甲69岁林月娥两人差10外岁，对林月娥来讲，小宝歌是顶一个世代音乐。后来因为厝边王菊英招伊对唱，才豆豆知影小宝歌的水。阮住大厝边，小宝呢一定要有2个人。一个人包不来，所以2个就搭档了。看娘万地嘛，真辛苦，白白面嘛讲拍假哦。王菊英自细汉伫咧槟榔大汉，若听到小宝歌，就互伊想起囡仔时快乐的日子，佮有阿母对伊的疼惜。较早做囡仔咧万地，听到阿嬷因在山顶咧唱，就望海，学一半句啊，安尼。因为小宝歌无文字记录，所以即马有真侪文书工作者会骨力收集小宝歌的歌词，记录保存。长期投入小宝歌复正的教授蔡家芬，伫咧过程中也发现，敢若首歌词无法度完整保留小宝歌，所以伊即届也特别加入音乐的五线谱。咱咧学小宝歌的时阵，你看歌词的时阵，你知影迄歌词安怎念吼，但是迄 melody 是安怎来的，你可能唔知影。我若甲伊实际上，伊是安怎唱伊的音管呐，迄个伊的节奏啊，甲伊记录伫迄五线谱内底。这嘛是全台第一本有五线谱的小宝歌，内面拢总记录6位时代51条的小宝歌。即届由团结中心出版，册名号做《歌舞山间》，希望美丽的歌声会当透过记录，互更较侪人看到、听到。较好啊，上天满仙桃。记者陈阿选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